来讲10月27是联合国所列的世界影音遗产日，就是咧提醒世间人保存录音录影这的资料的可贵。台湾音乐馆嘛伫咧网络举办一个宝贵的录音展览的活动，头一摆公开1969年，有人去到恒春甲红木达啦陈达采访录音，唱四双机的内容，咱嘛来听看卖。这是1968年4月初5，针对民间歌手陈达进行的录音记录。当时由这位音乐家同齐发动的民歌采集运动，自1966年到1979年，针对台湾各族群的民间歌手进行采访录音，和已经消失的历史声音，谈好保存到达。2013年呢，在某一次的机缘之下呢，我从德国东岸研究院带回来一批资料。这是该院的创办人欧乐斯神父1960年代跟史维亮为首的台湾音乐家互动所留下来的档案。那其中呢，就包括56卷民歌采集运动时期的历史录音拷贝。除了头摆公开发表1969年陈达的录音档案，嘛有1991年钢琴家叶丽娜甲韦洛夫做伙伫玉山夫妻树头前弹奏的影片。台湾音乐珍贵录音线顶顶，除了吟唱诗人陈达、钢琴家叶丽娜甲韦洛夫，也阁有声乐家石木德、作曲家温良信的资料展出，要和民众做伙回顾珍贵的台湾音乐历史。很多人都常说，走过必留下痕迹，但是所谓的留下的痕迹，是不是能够可供后人参考？就是必须要加以整理、编目和收藏。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时间、耐心和专业的工作。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，而且是非常的荣幸，有那么多人的工作投入，把我们的资料做成这样子，所以。跟徐老师一样，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回报，就是专守自己的专业。展览规划者黄君仁嘛讲，做好档案的保存，所落来任务就是爱思考如何展现甲推广，希望透过世界影音遗产日的机会，将库房内底的实体资料数位化，放伫网络，通好互大家欣赏这的美妙乐声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